住手！本想着庄妃的案子完了，还能休息个几天，没想到碰到这事儿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本想进宫混口饭吃，没想到这么累。参见于大人。怎么样？回禀大人，属下一直守在这里，没有人来破坏现场。林大人，放心吧，有兄弟们在这守着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是。不是说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吗？走。这人是谁？这人我认识，就是南书房一打杂的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经常到处耍酒疯。把他给我弄醒。是。懂了。是。住手！臭道士，你又想干嘛？我倒想问问云姑娘，你这么独行拷打一个老人家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老东西擅闯南书房，把东西弄得满地都是，现场都被他破坏了。哎，师傅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老糊涂，在南书房做劳务的，天天喝酒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一点人样都没有。你看，他就这样，你看。原来是个疯子啊！看来你们。搜！等等，云姑娘，你看，从他身上你能搜出些什么呢？说，东西藏哪儿了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赃物不可能轻易的被转移掉，所以我断定，不是他。把李公公请来。好辣呀，这个酒。哎呀！嘘。一共少了几样东西？一共14件。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皇上平时喜欢的字画、砚台、玉扳指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套绣像版的《金瓶梅》，别的没了。那怎么不早说？我平时只操心这仕女图来着，没有仔细检查。那些东西是和仕女图一并被偷走的，还是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那你得问他们。说。或许是昨夜盗图的鬼魂顺手烧走的。爹，当时我们吓得什么都不敢看，我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。那怎么你二人只知道仕女图被盗了？因为仕女图比较明显。哦，那这些东西也是和仕女图一样飞走的吗？
是非走的不会飞。把他们两个给我拖下去！不干我们的事啊，任大人，不干我们的事啊，任大人，我们没有撒谎啊！于大人，这个老东西怎么办？哎，别笑，干！把他放了。是。别笑了，把他放你走了。快走吧，快走啦，回去洗洗澡啊。云姑娘，我们也告辞了。哎呦，哎，师傅，我是觉得啊，咱们真得谢谢这个老糊涂，要不是他这么一闹啊，哼，咱们还不知道南书院丢了东西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有长进。哎，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夸我啊！一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学习能力强，你还不信呢。陈公公死得蹊跷，棺椁中根本就没有公公的尸首，他家的祠堂里根本就没把陈公公的牌位供进去，所以陈公公可能就没死。这个老糊涂可不那么简单啊！哼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屠宰场勾住的。范公公，要不您先来？不要！慢着，天木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云姑娘，我觉得这两位公公他们并没有说谎，他们应该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说不说谎，用刑就知道。我们锦衣卫办案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。还等什么？云姑娘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可不可以出去，借不说话？哎呀，哎，师傅，田木童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跟太后要求了，我们协助你办案，现在我们来审问太监，你又来多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审讯没错，但方法错了。三目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你什么意思？说人话。可能是说，用刑就会得到答案，可能是刑具是用木头造的，三目是刑具的统称。那我没错。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。用错误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。如果受刑人承受不了痛苦，胡说一气，那办案岂不是耽误了？嗯，师傅说的对。你行，你来。我自有办法让他们两个人开口，但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云姑娘不要插手。不要插手！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。程大人。是。照我说的去做，这里就先交给我。好。站住！云大人。你怎么出来？天目道长，不是，那妖道让我去查昨天晚上出宫的人。去吧。是。嘿嘿。去拿2个凳子来。去。陈大人，皇后找你过来说话。你们先去。参见皇后。一副急匆匆的样子，这是干嘛去啊？回皇后，
属下正要去守卫处查昨夜出宫之人的名录。哦，是南书房失窃的案子吧？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云大人和天目道长正在审问。是谁？是南书房的值班太监。值班太监。行了，去吧，公务要紧。谢皇后。能玩出什么花样？道长，你年纪轻轻，真不简单呐！你们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定保你们周全。有劳道长，有劳道长。哎，小道自幼在山上生活，生活清苦，本想此次下山来觅得许多乐趣，却不想，这宫中的生活竟与山上无二。咱这宫里呀，的确无聊，规矩又多。道长要想找乐子，去宫外呀。宫外？这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多了去了。干嘛呢你？道长又不是外人。只是小道毕竟是粗鄙之人，身上钱财有限呢。不多不多，才几百两银子而已。只要道长能保住我二人周全，以后在宫外的一切开销，我们二人全包了。两位公公这么有钱呐？那想必这宫中俸禄不少啊。都是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。对。道长，昨天晚上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方才两位公公说的这些也够热情的，小道呢也确实动了心了。只是二位公公监守自盗这件事情，是瞒不过的。道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光知道二位监守自盗，我还知道这仕女图眼下身在何处，已经被你们转移到宫外去了，是不是？道长明察，我们真的没有偷盗啊！道长，道长，你刚才还说给我们做主来着。哎，我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劝两位公公还是早点坦白吧，别到时让我自己找到仕女图，那可就是证据确凿。两位公公，老实点儿，我还能保证你们不受皮肉之苦。好好想想吧。程大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道长留步，我们这还不成吗？我们说。